款呢？你为什么会叫我是小良呢？是毋是你去认唔着人？也后是我的命，佮你小良真共款？嗯？我知影你受到刺激，所以你才伫咧恨我，唔肯甲我见面，对无？小良。 大家遐尼久的感情啊，敢讲你还阁袂相信我？我就是会死，我也唔嫁互别人。小良，你叫人来提亲，阮也伫甲你记住。迄个时阵，我是比你阁较伤心，比你阁较痛苦。谁知影讲阮阿爹？ 自迄阵气就甲我软禁，一骹步就摸我出来，甲大厅。你见我袂着，你就是想讲我变心啊，对无？小良。 就是甲小良真共款，你应该就甲我倒转来去啊！放手啊！救人啊！小姐，小姐，哎呀，我找你呢。小良，伊也伫遮哦。伊毋是小良啊！咱赶紧的，咱去走。哦，这小姐，哎呦！ 小婿想要对伊的时阵，却遇到一阵身手不凡的武林高手，甲我包围起来。伊
依我家想，夏江良伊会掠着伊翠友，一定是早着预谋的。迄个人就是伊帮手。好大胆的夏江良，我拒绝你的求婚，你竟然做出卑鄙的手段！好，我要来找你三个师傅，把你师傅理论。大姐，大夫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无得甲伊夏江良为着义理事情来做这款代志，伊的师根本就唔知影。以三位师傅的做人，绝对袂当用恁夏江良好好作为。也毋过，崔有义，好，你放心。既然夏江良佮爱翠友，我甲想，伊绝对袂伤害伊才对。天好，岳父会叫翠友倒转来，互恁通好完婚。无啦，家父，你的年纪也袂少啊，你千万茫遮尔声辛劳。夏江良敢夺走我的未婚妻，我绝对袂放伊煞。明仔载透早，我就要去找找伊夏江良，救回翠友甲乡里。确实是一位国色天香的大美人啊！什么时阵才会成事？明仔早起就正是。恁两个好好甲伊照顾。是。汉秀，赵夫人，我已经是宝剑王的长子，自细汉，你哪会甲我叫汉？好，细儿，我这回加请回故乡祭祖盆，又搁求王爷命令你这位王子护送，咱会当离开京城，目的是要除掉陆城陆清因父你，你是毋通去互伊袂记啊？我知影。若知影，你迄个风流、搁好色的性子，应该都爱改掉。我虽然是便装出京，搁较安怎样讲，我也是宝庆王之妾。迄个叫翠友姑娘，咱若毋知影伊什么来历，你就随便甲伊带倒来。万一伊若是发现着咱的计划，传入去到王爷的耳中，你我是拢免想要有活命。赵夫人，我会将丁翠友甲伊掠倒转来，是因为伊要一个叫做小良的人。听伊伫讲，迄个小良的面骨是一模一样，所以我才来带倒转来要问一个一清二楚。你也太大我曾经再三对你讲，不可轻易落行踪。你却世间去游荡，涉老机密，我苦心就变成空。
庆王的爱妾，敢对我这款无礼的人，这有是你？不管咱怎样讲，既然有一个叫做小良的人，甲你生做一模一样，从今以后，你是千万袂用搁再露面的啊！这当然我知影，我会派别人替我去除掉陆成白囝。陆成当年是做过总教头，伊才毋是一个普通的人物。我早就准备三地金手令，明江湖中武功最高强的三个人：冰通、周通、罗玉通，除掉陆成白囝。接受着你的金手令，金手令头一个，头一张的藏宝图，上期敢惊伊唔肯接受是？你是要用假装报道？好办法，只要若是低调就成，我就放心。再也无人会离咧你这个冒充的自细人。后面什么人？是我姓洪，拜见朱公主、赵夫人。陆成白囝有消息无？有，听讲陆成白囝已经倒向回来劫去。哦，回来劫。金手令头一个，藏宝图头一张，连夜派人送去互伊明通，又加真多明通带伫咧回来劫，并明通除掉就陆成白囝。到底是去得罪什么人？是安怎让安尼侪人要杀你？若是怪阿爹讲话太无小心，才会惹祸上身。20年前，阿爹受宝庆王的提拔，在家城任剑为赢的总教头。有一年秋天，我请假回乡要去探亲的时阵，宝庆王顺便拜托我迎接王妃，甲小王子自细日相见。谁知影，全驶到西港的时阵，煞去撞到狂风暴雨，全煞去互伊沉落去。被救起来的人只有我，甲王府一位守卫，叫做巴士。后来，我心念动变，才
事关回乡，想袂到，伫半年前的时阵，我突然间去听到这个消息，你甲我讲王祖无死，是真实的事。当然是真实的。赵夫人已经找到小王子，而且小王子嘛已经甲老王爷白仔囝相认啦。哎呀，真是谢天谢地啊！新兄弟，唔对哦，我会记得丁存迄个时阵，王子这3、4个月囡仔尔尔，而且王爷从来都冇看过王子，是安怎即嘛？王爷我都就会认出来。哦，是安尼啦。就当年去用救起迄个侍卫巴神，替赵夫人认的呢。而且巴神还佫讲咱小王子的倒手手腕遮有3粒红记。红记，唔对唔对，巴神根本都无法度通看到王子。安尼我知，伊一定是听遐查某囡仔讲的，一定是伊听唔对。当时的阵内，我曾经要抱过王子，伊的手根本都唔是3粒红记，伊的手是啥物手？我袂向你讲，因为王妃甲连某已经死，这个秘密，敢若我知影尔尔。我要亲自上京来去甲王爷讲，王子是假的。阿爹，是毋是神来出卖你？无错，伊甲赵夫人告密，所以赵夫人甲假王子，才派人要来杀我灭口。青子，王子的特征，我全部甲伊写在这封批示的内面。甲所为父，若有啥物3长2短吃，你就要赶紧将这封批送上京，去交宝庆王。爹，你得相信，这只是一个预防万一之意尔。赶紧收起来。阿爹，王子，真正王子有啥物特征？你暂时莫问这个代志，你若是知影，便倒去野来杀身之祸。小子，你也会记得，这种批信若无记到宝庆王，你千万是袂用你提出来。阿爹，真正王子敢要搁有活伫咧这个世间？这，但愿伊还阁活伫这个世间。